听到每天吃错蔬菜可能会严重损害免疫系统，加速大脑老化，甚至影响行动能力，特别是双腿的肌力与稳定度，这或许会让您感到惊讶。许多在老年学期刊 Journal of Gerontology 上发表的研究，经过多年对数万名长者的追踪，都支持了这项警讯。许多受欢迎的蔬菜乍看之下无害，但有些却可能引发体内的慢性发炎，损害腿部微细血管，让行走变得更加困难，并显著增加跌倒的风险。而跌倒正是65岁以上长者致命伤害的主因。不过，请别担心，这篇文章将为您提供一份清晰且全面的指南，告诉您哪3种蔬菜应该每天食用，以保持头脑清晰、行动灵活并维护健康，同时也会揭露哪3种蔬菜应该尽量避免。请务必专心看到最后，因为我将告诉您一个惊人的事实：某种看似营养的蔬菜，可能正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损害您的双腿健康。为了确保您不再错过任何个人化的健康秘诀，如果您还没订阅，建议您开启小铃铛并订阅本频道。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不喜欢，请输入0，告诉我该如何改进内容。首先进入第一部分，65岁以上的长辈每天必须摄取的3种蔬菜。第一种是花椰菜、青花菜，这是对抗老化的天然盔甲。在我们市场和餐桌上琳琅满目的蔬菜中，花椰菜是迈向健康老化的路上一位安静却强大的盟友。对于65岁以上的长辈来说，它不仅仅是一种蔬菜，更是大自然精心打造的一种生物盔甲，能在身体恢复力开始下降的时期，保护我们最重要的生理系统。花椰菜富含强效的植化素萝卜硫素 sulforaphane， 能对抗慢性发炎，这是导致老化的隐形杀手之一。慢性发炎不仅会引起疼痛，还会慢慢削弱肌肉、关节、血管，甚至影响认知功能，而这些都是维持独立生活和生活品质的关键要素。萝卜硫素能启动体内重要的排毒路径，清除有毒物质并增强防御力，让每一口花椰菜都成为对长寿的精准投资。除了抗发炎，花椰菜也是维生素 K、钙质和多种抗氧化剂的绝佳来源。这些营养素对于维持长者的心血管健康和骨质密度至关重要。65岁后骨骼会变脆弱，即使是微小的骨折，也可能导致长期的行动问题。花椰菜独特的营养组成不仅能强化骨骼，还能保护动脉免受老化常见的钙化影响。每一朵翠绿的花蕾中，似乎都蕴藏住维持活力的精确蓝图。花椰菜对我们身体的根基、双腿和双脚的健康益处，或许是最有力的论点。研究显示，萝卜硫素能改善末梢血液循环，确保腿部和脚部获得充足的滋养与神经反应。良好的循环能带来更稳健的步伐，减少平衡问题，并降低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。吃花椰菜实际上就像是每天都在为自信有力地向前迈进做出决定。然而，烹调方式至关重要。将花椰菜稍微汆烫几分钟，最能保留强效的萝卜硫素并帮助消化。如果把它煮得太烂，这种蔬菜的神奇功效将大打折扣。当您让花椰菜保持翠绿、微脆且充满生机时，您吃下的正是生命力本身。对于希望活得更长久、更充实的长辈来说，一碗简单的清蒸花椰菜不仅仅是一餐，更是对自己的尊重和对未来的乐观展现。虽然花椰菜能强化您的内在盔甲，但还有一种不起眼的绿叶蔬菜正默默地为您的心脏、大脑以及支撑日常活动的肌肉提供燃料。这一鲜艳的绿色蔬菜会使您随着年龄增长
守护珍贵能力的关键吗？接下来让我们揭晓。如果您还在观看并觉得这些见解很有用，请在下方第一则留言，让我知道。接着讨论第二点，菠菜，这是思绪清晰与活力的秘密源泉。在老化的过程中，有些食物会不知不觉成为不可或缺的盟友，菠菜就是其中之一。事实上，菠菜是65岁以上长辈日常餐桌上最强效的修复性植物之一。它有时会被忽视或仅被视为简单的沙拉配菜，但这种不起眼的绿叶蔬菜富含天然硝酸盐 nitrates， 能显著改善全身的血流量，特别是流向肌肉和大脑的血液。这种影响对长辈来说具有深远的转化作用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血液循环往往会变差，导致肌肉缺氧和缺乏营养，这可能会造成睡反应迟钝，甚至出现脑雾。然而，菠菜能透过天然扩张血管和增强血管弹性，直接对抗这个过程。当血流量改善时，肌肉，特别是腿部和脚部的肌肉，能保持力量和灵敏度，赋予长辈宝贵的自由与行动力。除了循环系统的益处，菠菜也是叶黄素、lutein 和叶酸 folate 的绝佳来源，这也有助于维持记忆力、处理速度和思绪清晰。研究指出，摄取较多叶黄素的长者，其认知功能明显优于未摄取者。每天吃一小把菠菜，能帮助健康的身体和清晰的头脑抵御岁月的侵蚀，这说法一点也不夸张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菠菜对视力的保护，这是老化过程中最容易受损的感官之一。菠菜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素 zeaxanthin， 能直接支持网膜黄斑部的健康，降低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的风险，这是导致长者视力丧失的主因。透过保护视力，菠菜维护了我们阅读、开车、辨识亲人脸孔以及安全探索世界的自由。一如既往，烹调方式很重要。将菠菜稍微清炒或加入果汁鸡脚，打成绿拿铁，能保留珍贵的营养，同时也更适合长辈消化。如果过度烹煮，这种平凡叶菜的非凡之处将流失殆尽。从步伐的活力、思绪的清晰到眼中的光芒，菠菜在各方面都是能量的守护者。每天适量摄取，能对守护生活中那些常被忽视的层面产生重大影响。虽然菠菜能强化身心，但还有一种厨房常见、色彩鲜艳的蔬菜，拥有对抗老化的秘密武器，不仅影响力量和视力，还影响住让您每天能直立行走的平衡感与协调性。这个多彩的根茎类蔬菜会是您一直缺乏的天然防御吗？现在让我们来看看。第三种是红萝卜，它是生命、平衡与视力的无名守护者。当我们步入人生的后半场，最强大的盟友往往不是那些昂贵或异国情调的食材，而是像红萝卜这样最基本的天然宝藏。对于渴望过助长寿、独立且与人连结生活的长辈来说，红萝卜不仅仅是口感爽脆的美味，红萝卜富含胡萝卜素 beta-carotene， 这是维生素 R 的前驱物，对维持良好视力至关重要。这对长辈来说非常关键，因为独立生活的能力往往取决于视力。拥有良好的视力，您能欣赏的不仅是亲人脸上的细纹或夕阳的色彩，它能预防危险的跌倒，确保安全驾驶，并维持自信游历世界的尊严。研究显示，定期摄取大胡萝卜素有助于延缓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的发生。每一根鲜艳的橘色红萝卜都承载住更美好、更安全未来的承诺。红萝卜保护的不仅是眼睛，它们还是神经、肌肉协调和平衡感的守护者。红萝卜中的抗氧化剂能支持血管和神经的完整性，这是长辈活力中常被忽视的两个层面。它们确保大脑传递到脚部的讯息可靠且迅速。
红萝卜在不知不觉中支持住健康的感觉系统和强健的双腿，这是迈出有力、稳定步伐的先决条件。除了视力和平衡，红萝卜也为代谢健康提供重要支持。它们的高纤维含量有助于消化、降低胆固醇，并稳定血糖。这三大健康支柱常随年龄增长而恶化。维持良好的血糖水平不仅是为了预防糖尿病，更是为了保护流向四肢的血流、神经功能以及行走、跳舞和尽情生活的能力。为了获得最大的健康益处，红萝卜最好生吃或稍微蒸熟。每天吃1-2根红萝卜，无论是磨碎放入沙拉、切片当零食，还是打成蔬果汁，看似微不足道，但随住时间推移，它会在您的感官、心脏和推动您前进的双脚周围建立起一层重要的保护屏障。这是因为新鲜红萝卜本身带有天然的甜味。尽管有这些充满希望和保护力的蔬菜，但并非所有蔬菜都像红萝卜一样有益。事实上，有几种看似无害的蔬菜可能会悄悄削弱支撑您独立生活的双腿，降低您的肌力，甚至影响血液循环。您的厨房里藏住哪些隐形危机？让我们翻开下一页，找出真相。第二部分65岁以上长辈应避免接触的3种蔬菜。第一种是茄子，这是舒适与行动力的隐藏威胁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需要做出更深思熟虑的决定，因为即使是微小的错误，也可能对我们的独立性、健康和生活品质产生重大影响。在长辈需要谨慎对待的食物中，茄子显得格外突出。不是因为它大张旗鼓地造成伤害，而是因为它可能会对身体内部器官，特别是支撑我们自由的关节和双腿带来隐微的损害。表面上，茄子看似一种颜色丰富、低热量且高纤维的无害蔬菜，然而，在它光亮的外皮下，隐藏住一种名为加碱、唑兰宁，又称龙葵碱的天然化学防御物质，这对老化的身体来说可能相当刺激。研究显示，加碱会在敏感体质的人身上引发发炎反应，特别是在肌肉、关节和结缔组织中。对于原本就容易患有关节炎、神经敏感或肌肉僵硬的长辈来说，这种隐藏的物质可能会悄悄剧疼痛、僵硬，并导致可怕的行动力丧失。伤害不仅限于不适感，低程度且持续的腿部发炎会削弱肌肉，减少血流量，并影响安全行走所需的精细神经肌肉协调。不知不觉中，虚弱感会随着时间累积，步伐变得不稳。在没有明显预警的情况下，户外散步或自信穿越房间的简单乐趣可能会开始消失。失去平衡、跌倒或长期关节疼痛，除了身体上的痛苦，还会带来巨大的心理负担。当身体不再活动自如时，无助感和孤独感往会悄悄袭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看似无害的茄子可能会不知不觉导致身心健康更深层的衰退。烹调方式并没有太大差别，无论是烤、煎或炖，茄子中的加碱依然存在风险，特别是经常食用时。对于致力于保持独立、稳定和行动力的长辈来说，有许多更安全、更健康的蔬菜选择。虽然不是每个人吃茄子后都会立即出现症状，但对于65岁以上、身体恢复力较弱的人来说，这个风险不容忽视。保护您的关节和肌肉免受这些沉默破坏者的侵害，是保持行走、跳舞和挺立能力的第一步。但茄子只是第一步。其他蔬菜虽然受欢迎且色彩鲜艳，却含有会悄悄刺激、干扰并耗损您身体的物质，不仅危及您的体力，还可能影响您的思绪清晰度。难道我们家中常见的蔬菜之一，实际上正在加速体内的老化过程吗？接下来让我们一探究竟。第二种是青椒，这是沉默发炎的隐形源头。在人生的黄金岁月里，
每一餐都有潜力在不知不觉中帮助或伤害身体。青椒色彩鲜艳，常见，且常因其清脆口感而备受赞誉，但它却是长辈饮食中最具误导性的食物之一。在它开朗的外表下，隐藏住一个复杂的故事，值得所有致力于保持健康活力的长辈深思。作为加科 nightshade 发米利家族的一员，青椒天然富含凝集素 lectins， 这是一种复杂的蛋白质，会附着在肠道内壁并干扰营养吸收。对于免疫和消化系统可能已较脆弱的长辈来说，这成为一个隐忧。凝集素可能引发低程度的慢性发炎，起初往往无法察觉，但会逐渐侵蚀血管功能、神经韧性和关节健康，而这些都是维持力量、行动力和平衡的关键。许多常被经历的初期轻微症状，如脚踝僵硬、脚趾发麻，以及行走时出现前所未有的不稳感，可能就是这种隐藏发炎的征兆。当发炎逐渐恶化，会减少腿部和脚部的血液供应，损害感觉功能，削弱肌肉，并增加跌倒的几率。这对65岁以上的人来说是最大的威胁之一。这真是令人心痛的讽刺。许多常被为了健康而选择的蔬菜，可能正在助长他们努力想要扑灭的衰退之火。更糟糕的是，与成熟的红椒、黄椒或橘椒、彩椒相比，青椒的抗氧化剂浓度明显较低。这意味着您失去了一层保护优势，反而承受了它们的发炎风险。虽然烹调可以稍微降低青椒中的凝集素浓度，但对于已经有心血管问题、关节炎或消化敏感的长辈来说，最好限制使用或完全避免。有许多其他蔬菜可以替代青椒，且不会造成明显伤害。它们更安全，抗氧化剂含量更高，对老化的身体系统也更温和。决定不吃什么与决定吃什么同样强大。在每一餐做出微小明智的选择，是保护您的力量、行动力甚至心理健康的第一步。然而，除了青椒之外，还有其他隐藏的罪魁祸首。有一种在台湾家庭中也非常普遍、频繁且深受喜爱的蔬菜，可能正对您的心脏、双腿和行动自由造成更大的伤害。您最信任的蔬菜是否正在从内部削弱您的健康？真相可能比您想象的更令人震惊。第三种是马铃薯，这种疗愈系食物会悄悄侵蚀稳定性与力量。很少有食物比马铃薯更深入家庭饮食文化。当马铃薯被做成炖肉配料、炸成金黄薯条，或是烤得热腾腾搭配主餐时，它们唤起了一种熟悉感和传统。然而，这种广为人知的主食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破坏65岁以上长辈成功老化所需的稳定性和力量。在他们令人感到舒适的熟悉感之下，隐藏住一个危险的现实。由于富含简单碳水化合物、精致淀粉，马铃薯在食用后会迅速使血糖飙升。虽然最初的感觉可能看似无害甚至令人愉悦，但长期影响绝非如此。频繁的血糖波动会导致身体发炎，对供应大脑、双腿和脚部血液的脆弱血管造成压力。由于长辈的循环系统本来就比较脆弱，这可能导致恢复期变长、感觉丧失，以及在无预警的情况下逐渐削弱行动力。然而，血糖并非唯一的风险因素。马铃薯和其他高升糖指数 （high glycemic） 食物与动脉硬化 （arteriosclerosis） 有关。这是一种动脉逐渐硬化的过程。当动脉失去弹性，流向下肢的血流就会恶化，导致脚冷、抽筋、麻木和不稳。即使是轻微的疼痛，也可能迅速演变成重大危险。
跌倒风险增加，伤口愈合变慢，以及丧失自主能力，这对身心健康都有深远影响。即使是烤马铃薯或马铃薯泥这种令人安心的吃法，也有潜在风险。许多马铃薯料理中添加的奶油、鲜奶油和盐，加剧了它们对心脏健康的负面影响。对于正在控制高血压、糖尿病或心血管疾病的长辈来说，一盘马铃薯可能就有力量悄悄抵消药物和良好生活习惯的效果。与其他根茎类蔬菜相比，马铃薯也缺乏保护性营养素。马铃薯对抗细胞层面老化加速的氧化压力提供的保护微乎其微。与富含抗氧化剂的地瓜或红萝卜那鲜艳的色彩相比，选择马铃薯的长辈错失了一个从内而外保护和滋养身体的重要机会。避开马铃薯并不代表要牺牲温暖或舒适感，这意味著做出尊重身体需求的决定，需要稳定的能量、强健的循环和结实的肌肉。这些正是我们随着年龄增长维持独立和快乐的特质。每一个微小决定的影响力都不容小觑。当我们步入人生的后期阶段，很明显的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重大事件，而是来自我们每天做出的微小决定，往往甚至没有意识到它们有多重要。保护支撑我们的双腿，维持我们运作的心脏，以及定义我们的智慧，意味着选择正确的蔬菜，并避开我们习以为常的食物中隐藏的风险。这不再仅仅是饮食问题，这是对我们自己的尊重，纪念我们赢得的岁月和被赋予的生命。从我自己的经验和听过的故事中，有一点很清楚：健康老化的目标不是寻求奇迹，这一切归结于觉察、持之以恒，以及愿意给予身体平静、专注的照护。一位医生、药物或发明都无法取代明智的日常饮食所能提供的。吃一把核桃，用更安全的蔬菜代替菠菜以外的高风险绿色蔬菜如青椒，以及放下马铃薯改选更色彩丰富的选项，这些看似都是小事，然而这些微小的细节对长辈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，保护他们自由行动、正确思考和独立生活的能力。他们守护了与亲人共度的快乐时光，与朋友的冒险，以及在健康中实现的梦想。这是一个简单却意义深远的课题，每一餐都是对未来的投资，每一口食物都是为了挣扎或力量所投下的一票。虽然我们无法控制老化带来的所有力量，但我们可以支持自己，尊重自己，并给自己最好的机会，去充实地度过未来的每一天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过住更强健、更独立、更快乐的生活并不难。这建立在对我们仍有能力影响的生活的热爱、对身体的尊重以及对心灵的体贴之上。这些分享的目的是鼓励您过住最充实、最真实的生活。我很乐意听到您的想法。现在请思考片刻，然后分享您学到的一项想应用在自己生活中的知识。在这个接受这些事实的旅程上，让我们互相帮助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对您有帮助，请留言输入1，如果没有，请随意输入0。您的意见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如果想观看更多类似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健康频道，按赞并分享我们的影片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希望您享受您的人生。